今仔日劳动节，劳工团体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针对8大措施解决。劳动部表示会斟酌来评估。缅甸军政府下令把昂山素季改做居家软禁，不过伊到底是死也是活，无人知影。伦敦街头艺术家班克斯的新作品，让上的面互鸡仔砍掉咧，搁大步向前行，互认为是咧敲洗爱国主义。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今仔日5月7日是劳动节，劳工团体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针对劳保、劳退等8大项措施来解决，保障劳工搁因接劳以后的生活。因劳动部这边是回应讲会斟酌来评估。今仔日是5月7日，也就是劳动节，所以讲由数十个工会团体和 NGO 团体组成的5一行动联盟咧，伫咧遮来举办大游行。那今年的诉求总共是有8项哦，就是包括讲咱劳工朋友上届关心的退休制度相关解决。诉求包括增加退休给付、牙关劳保等项，嘛爱甲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牙关到12%等等。劳团认为通膨加薪的问题普遍，加上全球产业的转型，失业风险是增加，目前的制度无通保障劳工食劳以后的生活。叫我们从口袋里面自提提拨这件事呢，对劳工来讲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我们要的是政府应该要落实他当年的承诺，真正的照顾劳工朋友，把薪资提拨到12%。劳保的投保薪资现在最高的接近45800，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已经10年没有再提升了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要求政府、劳动部应该要把15800元的最高薪的提拨的金额提高到48200。台湾人口老化，劳动结构改变，亲像营造建设当照，真侪工课拢着靠1工到3工。有劳团认为1工对台湾产业有真侪贡献，看护工、家事劳工、甲1工等等，拢应该爱有社会保险甲劳退的保障。政府嘛应当减轻家庭雇主的负担。照顾老人、照顾病人，这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应该被强加在个别家庭的雇主身上。所以我们要求，在看护工纳入劳保的同时，政府应至少补助到50%。今年5一劳工大游行，毋那台北、高雄也有串联行动，拢总是上万人上街路。那劳动部是回应讲，针对劳工退休金甲劳保制度会进行评估，对兼顾保险财务甲劳工权益嘅原则进一步检讨，嘛会强化到是移工嘅基本权益保障。记者卢尚如、郑准由考证准台北、高雄报道。除了台湾的劳工游行要求解决，其他国家嘛同款有提出诉求。先来看南韩三星电子的劳工，因是要求公司爱摕利润做奖金来分予员工，若无就要发起罢工。外界就烦恼讲，这恐惊是会影响到晶片的生产。也若是菲律宾是要求在示威的劳工，这示威劳工是要求政府就要来提高薪水、改善工作条件，而且上重要的是卖起油钱。也若另外阿根廷的劳工是不满政府甲工时为8点钟延长到12点钟。上尾是委内瑞拉，因的劳工抗议政府为2022年以来上加月级就一直维持伫咧台票9块，不过公务员却会当到4700块，实在真无公平。所来这条新闻嘛是甲劳工的权益有关系。国内航空业者陆续放令服装的规范。最近东瀛航空嘛发出公告，讲空服员会当挂目镜，鞋仔嘛会使穿黑色配质的就好，以舒适为主。中央航空内部公告讲，即日起开放客舱组员一群时会使挂目镜，也使家己选买黑色的便鞋。企业工会肯定，这对组员的工作上健康有正面帮助。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要求空服员的脚应该要有更健康、更舒适的对待。开放空服员在客舱可以着黑色皮质，有携带的便鞋。然后，其实对空服员来讲是一个很突破性的进步。近半年来，国际航空陆续修改服装的规定。华航首先对去年12月开放客舱组员挂目镜，今年一假起特群是会使穿运动便鞋。虎航的组员今年起也会使挂目镜来特群。新航航空组员原本就会使穿便队为特群，若目睭无爽快，无度到运行目镜时，也会使挂目镜服群。我们希望就是这是一个开始，然后更多元的方式去前进啊。因为毕竟我们空服员的专业不只是在鞋子或是仪容这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在安全。
空服工会认为，做员处伫环境打扫基层，伊阁需要长时间徛咧工作，国际上早就是放松服装来确保路权。就以邻近的日本航空为例，去年3月就开放穿运动鞋，也真侪企业宣传影片的一部分。有航空培训机构分析，欧美国家对做员定位主要是运输安全，甚至有航空公司允准做员免化妆，无亲像亚洲地区过去会甲做员看作是企业形象门面。在亚洲，不是只有台湾的，就是亚洲国家的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空服员呢，它是本身航空公司品牌的延伸，所以它整个的完整妆容、高端形象，还有服务仪呢，都是航空公司非常注重的。也则讲，放宽服装的规定，符合提升劳工的权益。因为近年来流行时装，也正是行正式服装配运动鞋。航空公司拄好也伫个形象甲劳员内底会用符合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囝愈生愈少，政府按算扩大实施0到6岁国家做伙饲的政策。另外，加强企业托育的新制嘛已经正式实施，用下假会当算日来请，也若家庭照顾假嘛会使按点钟来请，减轻爸母的负担。台湾出生率全球上低，少囝儿怀问题真严重。去年2025年新生儿的人数敢若107000多人，创史上新低。根据国发会的推估，到2025年，台湾总人口数会减半，大概无到1200万人，已经变作国安危机。立委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南韩的经验，自从2024年推出延长照顾囡仔假、企业生育补助免税假政策，生育率阁开始起来啊。双亲如果共同请育婴假的时候，全薪补助从3个月提升到6个月，那育婴假的总时间从1年可以提升到1.5年，然后他们还有赋予企业的义务跟奖励。最近应该那个府院会有一个比较更进一步的那一个关于0到6岁或者甚至0到18岁国家一起养这个部分，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出来。国发会主委叶俊宪表示讲，府院最近会宣布重大政策，目标都扩大0到6岁国家做伙车养，甚至有可能适用年岁的购有春秋。整体新措施较外南韩的政策，对这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俗价优质而且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务，含友善的工课场环境和劳动条件，打造友善的照顾囡仔环境。今年劳动部虽然有适度的放宽，育婴假请领可以弹性化，以日为单位来请领，但是只有30天。民间团体强调，对政府正改版的0到6岁国家做伙车养是乐观其成，而且建议比较北欧国家的有薪水的照顾囡仔假，会当以点钟做单位来使用。总统赖清德伫劳动节即天伫面册发文表示讲，劳动部推动的强化企业托育新制已经正式上路，照顾囡仔老天会当以日做单位来请假，家庭照顾假会当以点钟来请，互有在做工课的爸母减轻负担。记者综合报道。5月7日，除了是劳动节，嘛是开始报税的日子。到尾晚5点，是已经超过33万人完成申报。今年政府嘛推出5大减税的措施，不过是有不少民众认为讲，即马啥物物件拢起价，就算会当减税，嘛无较怎。在车内底买菜人算盘跌个真响，因为5月就要报税，爱搁交一笔钱。今年政府也推5大减税措施，包含基本生活费提悬到21万3，减税利息129亿，等照特别扣除也提悬到18万，减税利息差不多10亿，也搁有学龄前幼儿特别扣除也扩大年费，人工城市医疗费立即扣除放零，甲赈灾基金会专案捐钱用立即扣除。但是问题是，外面的便当就是1年比1年，甚至半年就涨一次啊，你也没办法，还是要吃啊。通膨其实不用报税，平常就很有感的啊。就是跟去年其实差不多了。怎么说？就是没有，其实民生消费是上涨的，那可是我们薪资没有上涨。那说像你讲的，它的税负无感啊。不少人烦恼减税措施早就互通膨怪收食费根本无感觉，各网友试算，一年收入60到80万，要达到中产阶级标准，1万爱交7000到17000的税金，加上每个月食饭交通5-6费顶3万，每个月敢能欠2万，怨叹是中产阶级。我们都要等到通膨，就较上一次调整，然后已经累积达到3%。那我们才会去调整那些金额。那另外就会是我们在调整金额的时候，也只有就是大概5-6项的金额，它
它会跟着通货膨胀调整。税法在制度上面的设计，要减轻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租税负担，那它其实是永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学者解说，税制内底免税额、扣除额是固定金额，会互通膨先一步食掉，亲像115年报税，虽调悬基本生活费，不过一般人的税额甲扣除额早就比21万3较济，所以根本是无感觉。建议全面检讨制度，包含降低调整砍giảm者的限制，才会对着时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即马停火谈判未顺，美国迄边是传出讲无排除用武力来逼伊朗让步，因为伊朗是大硬回应，讲要互美军沉落去波斯湾的海底，双方安尼互相呛声，造成国际油价阁冲悬，一桶油上悬捌超过126块美金，创新纪录。为着互谈判有进展，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针对伊朗定底期搁真有力的打击计划，想要互德黑兰伫核武议题让步。伊朗相关领导人穆吉塔巴对此透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批评美国甲以色列自2月出兵以来，一直干涉波斯湾的安全。伊大硬警告，若美国继续起空，进入波斯湾的海底，会是美军唯一的下场。ما با همسایگانمان در پهنه‌یابی خلیج فارس و دریای عمان هم سرنوشت هستیم و بیگانگانی که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طمعکارانه در آن شرارت می‌کنند جایی در آن ندارند مگر در قعر آبهایش。战争地区全球的能源明美，合作海峡已经关2个月，切断全球大约20%油甲天然气的供应。波兰的原油计数一时是冲到每一桶126美金。创下4年外以来的新高，专家烦恼，若美国甲伊朗无法度达成停火协议，油的计数可能真正会挑战2008年创下的历史纪录，对全球的交通、运输甲物价产生激烈的连锁冲击。The prices today have hit a 4-year high. And oil is trading at over $125 per barrel. Just to put it in context a little bit, we are only $20 away from prices, record high prices we've seen in 2008. 因那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搁在碰北约的盟友，一生伫社群平台发文，叫德国总理梅尼祖卖插英阿苏，专心处理因家己能源甲移民的问题，卖来干涉美国消除伊朗核武威胁的行动。川普受访时，搁直接讲，因为意大利甲西班牙伫军事援助是完全无帮助，伊当考虑甲驻守伫这2国的美军叫回来。国际新闻第一任编译。镜头换来看缅甸，长期带头争取民主的前领袖翁山苏姬，伊上新的消息是，互军政府宣布改做居家软禁。其实，伊伫咧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了后，就一直互人关伫咧监狱内底。军政府甲按各种罪名，至少也互人判刑33年。虽然后来是有减轻几落届，毋过也是剩18年。翁山苏姬今年是已经80岁啊，等到互关出来，就已经98岁，而且前3年之前出庭了后，到今，伊的律师甲伊的家属是拢无阁看到伊本人啊。翁山苏姬即马是生也是死，无人知影。家属质疑军政府安尼做，只是为着要减少国际制裁，打造哪像是愈来愈民主的形象，甲翁山苏姬当作是外交的口子啊。ဒေါ်အောင်ဆန်းစုကြည်အားရာဇဝတ်ကျင့်ထုံးဥပဒေပုံမှ941ပုံမှခွဲ1အရာ၎င်းကြားခံရန်ကြံရှိတဲ့ပြည်ထံများကိုသတ်မှတ်ထားတဲ့နေအိမ်မှာဆက်လက်ကြားခံစေရန်ပြောင်းလဲသတ်မှတ်ပေးလိုက်ကြောင်းသိရှိရပါတယ်ရှင်。对这项消息，联合国表示欢迎，认为讲这会当帮助缅甸和国际社会迎来小连。We appreciate the commutation of Aung San Suu Kyi to a so-called house arrest and a designated residence. It is a meaningfu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political process. 当年领导缅甸民主运动的翁山苏姬，在2015年大选赢了后，对2016年开始担任国务主政，变作缅甸的领导人。但是在2021年的军事政变内面，互推翻，而且互判33年的有期徒刑。虽然5冬外来是真侪摆得到减刑，但摆含伊做伙关伫家的政治幕僚讲，家的环境真歹，年岁真大的翁山苏姬，健康和性命都互人真烦恼。翁山苏姬做党政领袖的期间，捌3摆访问北京，会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捌以国务主政的身份来接待习近平访问缅甸。但是中国和缅甸军政府的往来是更较密切。对外界问对翁山苏姬转软禁的看法，中国无回应重点。翁山苏姬女士是中国的老朋友，我们一直关心她的情况。
作为友好邻邦，中方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甸各方实现更广泛、更牢固、更持久的和平和解。自从翁山书记去坐监了后，唯一一个公开影像是2002年翕的和缅甸军政府的官员面对面坐落来的相片。翁山书记的后生金阿里斯认为讲，这张相片完全无意义，因为包括家属和律师几年来拢无法度和翁山书记联络，更加无法度判断翁山书记感觉偌累。外界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军政府的公关策略，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因改成已经走向民主的姿态。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在英国伦敦的市中心出现一座真大身的雕像，街头艺术家班克斯证实讲，这是伊上新的作品。这个人像的面，互机啊砍掉了，不过也是大步向前行。网友认为讲，这是咧考试家乡对白的爱国主义，引起讨论。伦敦华铁卢广场3站有真侪人来遮，要亲目睭看街头艺术家班克斯上新的作品。这个雕塑是一个穿西装、看起来敢若正气查甫人，下大步向前行，一只脚已经下出底座，掩过面和伊手举的旗样黄掉去，唔知影头前已经无路通行，考试政治意味真高。Bad blind nationalism leading us collectively off the cliff.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 United Kingdom,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all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There's these wars going on. And that sense of blind nationalism, it's leading us off a cliff, it's killing us. 雕像在所在华铁卢广场，有19世纪帝国主义加军事霸权的气氛，边仔有爱德华七世加南丁格尔雕像，还有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这个雕塑加现代政治的涵果加传统英雄主义的象征放做伙，是班克斯上典型的批判风格，互看到的人启发真侪想法。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flag's over his face. Maybe to do with the politics going on at the moment. Yeah. Not embarrassed about it. Yeah, that's my perception of it anyway. Yeah. 班克斯常常用模仿作品创作，伊的作品在全世界拢有出现过，用考试、政治、战争加社会议题出名。因为伊真实的身份到怎么也无人知。这边团队伫咧离高透早，加雕塑运到矿场，将建筑安装好势。欢喜的粉丝又几工了，班克斯对社群媒体证实，确实是伊的作品。吸引更较侪人来遮看，负责管理这个地区的西敏市议会，赶紧将雕像的边仔围起来。因讲真欢喜的让伫咧西敏市看到班克斯上新的雕塑作品，或者丰富的公共艺术景观，增加更加侪活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春天是美国南部小龙虾产季，不过今年却因为联邦政府办理签证的作业时间去前调，所以真侪临时工未赴到位。致使这小龙虾加工业是真欠卡手，着使用业者开出2倍的工资，有关是请无人。春天食小龙虾是路易斯安那州特有的季节传统，当地小龙虾产业价值3亿美金，即马当是产量爆发的大季。不过负责八壳、冷冻、包装处理的加工厂，却拄到唔捌有的欠工困境。过去是靠墨西哥甲拉比的季节性移工，即马无签证，通互因入来。业者开出法定上价工资2倍的13美金的时薪，打台票400多块，嘛无在地人愿意长时间徛伫淡葛草的工厂。厂内底爬虾比较忝。We need 125 people to run that facility. Now we can hire a few, but American workers want full-time jobs with benefits and stability. 加工厂内底移工是用 H-2B 临时的非农业劳工签证登记入境，全美国一档干那有66000张的配额。介甲其他的产业厂，譬如讲建筑业、林业甲观光业。去年年底，联邦政府处理 H-2B 签证拖拖刷刷，名额一开始减，尾也搁补。真侪小量的业者提早申请的春季移工互驳回，顶来一届已经未赴产季。打泸州20间加工厂，内底有15间是无申请到移工。业者落新的工厂，一天的产量降到520磅，简单应过1成。Because this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skeptical about the value even of legal immigration and the value of immigrant workers, there's much less of a push to facilitate legal immigration. 若是加工厂无法度伫6月产季结束之前，冷冻保存到季的龙虾肉，到下半年游客上介意的小龙虾料理，可能爱为菜单顶悬画条，日常采购卖变贵。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叙利亚发生内战，当地断离倒壁，真侪难民拢走去国外，其中就有一位总铺师一直咧英国伦敦重新徛起，毋但开2间餐厅，甚至阁捌接待国王。为叙利亚来的总铺师伊马德，原底是一个难民，不过伊学干那底导游。短10天内，为原底来伦敦的时阵一无所有，变做是有2间餐厅的头家，甚至1天前，阁捌邀请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去伊的餐厅食饭。不过，这个成功的故事背后，却是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伊马德原底是伫咧叙利亚阿勒颇有足大的食食事业，不过战火发生，互规个事业摇。10天前，伊喙齿紧夹咧，甲某囝放咧，一个人走去欧洲。يعني احنا من 10 سنين انا على الصعيد الشخصي من 10 سنين كنت هوملس كنت بلا مأوى لفترة 3 أشهر أنا من 10 سنين كان ما معي ثمن وجبة أكل آكلها بالليل ضليت جوعان على باب محطة كينغز كروس وسانت بانكراس。不过伊嘛都无放弃，伊真拍拼做散工，欠足侪钱，嘛甲伊的某囝接来伦敦，而且伊的朋友嘛甲斗相共，开始做伊佮意的食食的头路。为深开始的美食快闪店办倒，豆豆仔名声愈来愈好，伊煮食技术真紧就互伊欠足侪钱。为头1间餐厅开到第2间餐厅，即马已经带某囝伫咧伦敦东山再起。بتمنى اقدر ارجع اعيش هونيك بصراحه بس كمان هلا بحس حالي مزروع زراعه بلندن عرفتي فما بعرف اذا بقدر ارجع بيوم من الايام اكون بس بسوريا。伫咧伦敦的这10天，闪战火伫咧伦敦重生的叙利亚难民总铺师展开人生新的旅途。回去故乡的想法，嘛，互伊开始丢毒。毕竟英国早就已经接受伊，虽讲叙利亚是伊的根，不过伦敦嘛已经是伊第2个厝。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